老是打来打去，我觉得南方长人话爱补课，咱长人有责任，咱长人爱负对伊大个责任。做呢咧，咱长人甘愿打北京话，也莫打南方长人话。做呢咧，咱长人无检讨即个问题咧，就是因为咱无检讨即个问题，所以咱甲南方长人话才爱补课个。做呢甲老囝打北京话，做呢咧，做呢就袂使打南方长人话，所以即阵开始，你就甲你家亲戚朋友，你家厝内，你家来个人，拢总打南方长人话，莫惊别人歹势了，做呢爱惊咧，你出去外辈也毋敢打，就是咱南方长人话有物机会用着，无机会用着，伊自然会死去个。所以甲打南方长人话，莫惊人歹势了。即阵就开始，你人睇着蜜长人也好，无管伊是大人、老囝，还是 baby 也好，拢总打南方长人话，莫打北京话，好无？就是因为咱过头惯是打北京话，南方长人话，爱使应该空间着补课啊。你家己无要紧，但是咱辛苦咯，守护爸母话个，咱家己好艰苦，因为你人拢总甲即个责任撒互其他个人来守护你做，家己偏偏莫做，这是物心态？我无明白，我真实个无明白。好好检讨家己，咱所有个人拢总爱检讨好家己，咱拢总有责任，咱拢总有责任。到底我人甲南方长人话补课，真是感慨，就是爱直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南方长人话，咱甲南方长人话才有通进落去个希望。所以你出去外背，食物件、佚佗也好，莫拢总受你个南方长人话大声打出来，大声打出来，莫收条，莫收条，你知无？你就是收条。咱做你有机会通接触南方长人话咧，你偏偏出去一直打北京话做你咧，出去外口也是爱打南方长人话个，好无？麻烦你人去检讨好家己啦！我人什么人拢总爱检讨好家己啦，若无你是爱靠其他个人守护你，传承南方长人话咩？